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，有咧用这个面册加 IG 的人，应该拢有发现昨暝11点外，这两项 App 完全拢冻点，袂当使用，而且全球有几十万用户拢定出家己的小号，袂当搁再订立。针对这项事件，这 Meta 公司的主管是先发出公告，伫咧经过抢修了后，即马面册加 IG 已经陆续恢复运作。也那美国白宫是表示讲，这国家安全会议会密切来注意这项代志。 想要开面册 FB 来看，所互伊无有竞争出，就算佮输入正确的密码，也无法度入去。网络顶真侪人就是讲，家己的口座互人盗用。其实 FB 的母公司旗下所有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加 Threads 拢共款出问题，包括美国、日本、英国拢出状况，影响全世界几60万的用户。 Meta 的创办人祖克伯加发言人安迪史东只好先伫咧对手 X 平台发文公告，讲怎么正伫咧处理。马斯克也趁机会发文口舌讲，若是你正伫咧读这篇文章，是因为阮的伺服器怎么是正正常伫咧碰。Meta 成为社群媒体大头，旗下所有的应用程式每天活跃人数有到31.9亿。伊伫美国股市的上盘绩效也因此下滑1.6%。 经过抢修了，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，伊所有应用程式拢已经恢复正常，也互网友结束这场噩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